来继续来看中华鹿港一间水电行昨下晡火烧厝，当时47岁爸爸为2楼的阳台走出来，但是13岁大后生掉伫个下间啊，互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呼吸心跳，亡性了。消防局初步来研判，导火点是2楼的客厅。这爸爸来回想，讲后生当时佫敲电话甲喊救人，但是这个火实在太大了，根本就无法度过去救囡仔。这爸爸是真艰苦目屎1、2楼，阿公嘛真自责，讲就是伊伫个2楼咧装潢着天棚，所以这个大火才会烧甲甲这个天棚烧甲放落来，去阻碍着孙仔的道行路。阿公是讲甲脑梗啊甜，讲伊若莫装潢这个天棚哦，就袂去害着孙仔咯。经营水电行的爸爸想到家己无法度救13岁大后生艰苦甲流目屎，边个阿公嘛真自责，讲是家己伫2楼装潢天棚，才会害孙仔互烧死，家己嘛讲甲后甜。阮孙是个海做啲嘅，莫你讲啦，莫你讲啦，莫你讲啦。昨6月30号下晡，中华鹿港一间透天厝水电行发生火警，浓烟直直对2楼的窗门冲出来，消防队到现场拍火，而且设路推要对2楼进入火场，拄好爸爸嘛要对阳台逃出来，顺利得救。不过爸爸想到当时要登去救大后生，跟我说失火了，然后他被困在浴室里面，一打开窗户就没办法进去。透天厝2楼的客厅发生火警，后生打电话给爸爸，爸爸对隔壁爬入去2楼的阳台要救人，想要到这个时阵天棚放落来，影响到后生逃生的动线，爸爸无法度救后生者，撞来外口。消防队进入火场，发现后生倒伫浴间啊，规身躯有90%的烧烫伤，送病院要是宣告不治。读到小4年级的查囝看到哥哥罹难伫入口，经调查，水电行带2口走3台8个人，除了爸爸妈妈、阿公、阿嬷、阿叔，阁有3个读国中含国小的囡仔。火警发生的是厝老阿嬷2个孙仔和阿叔。跑下来跟阿嬷说2楼有火，下来把这2个带到我们这边先安置好，然后他再上去。可是他叫那个老大已经他都没反应了。到底是啥物原因引起火警？阿公推测应该是2楼的延长线伤过久。你怀疑倒位要延长线？冰箱迄个主要都宣传易燃污染，钢琴啦还有小题中题。暑假头1天就发生这种不幸，大后生在国中会对同学进行心理辅导，官府嘛协助家属处理相关的代志。爸爸平常时介绍一布袋戏红仔，伫在地嘛有真侪人熟悉伊。即摆火灾嘛有部分戏红仔受损，不过含在物损失相比，后生相当不治，互家属搁较歹接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